律師求情嘅時候就提到，業界一直視舞蹈員為自由身工作者咁樣去營運。武館當時係想舞蹈員有合約保障，所以先至挺身而出簽約，但係就冇諗過會變成僱傭關係。如果以自己個人名義去扮演法律或者正義超人，只係針對你自己話自己啱嘅，其實我唔係好介意。但係對於一啲實實在在由一開始保險公司唔肯承保跳舞老師做僱員，因為風險高嘅原因，到慢慢開始接受咗呢個行業，而受我哋去投保，而我又一直都堅持買咗呢個勞工保障咁耐嘅人嚟講，就真係好唔公平，同埋冇乜代表性。其實無論你話你自己係舞蹈工作者又好，你係教跳舞嘅老師都好，要講到你跳得好唔好，有冇受過啲咩訓練，有冇考過啲咩證書，開鋪頭識唔識買保險，有冇買保險等等，唔係最基本嘅嘢嚟嘅咩？所以其實我有一段時間都玩自閉，唔想 post 自己上堂教跳舞嘅片，淨係 send 俾自己家長群組。而作為教小朋友嘅人，除咗教識佢哋識點樣跳舞之外，正面面對問題，諗下點樣解決，唔係都係學嘢嘅一種嚟嘅咩？但係通晒天嘅呢個社會事件，只係俾我見到負責嘅人不斷喺度揾緊個藉口去逃避個問題，去遮住自己嘅錯處。咁無論你個人能力幾高都好，我都可以相信你教出嚟嘅學生有幾好。世代唔同咗，資訊都流通咗，我相信即使你唔相信目前嘅環境都好，但係都要相信我哋嘅將來，相信我自己教到出嚟嘅小朋友，為自己吶喊，為未來發聲。